㗎啦，其實。喂，一係再坐幾個站，你一係中校中心咯，一係台北車站。我寧願西門，因為加西門啲，因為過對面啊。咩啊？西門過對面咩？或者台北車站過對面，坐一個站呢個坐一個站。做咩啊？即係台北車站坐一個站過對面。咩嚟？台北車站即係坐一個站呢架去呢個係咩嚟㗎？坐一個車。即係坐個站去台北車站坐個站。你而家西門啊嘛？嗰架車喺邊啊？而家？呢個車中校東化。個車站應該有時間，坐一個站。就係我而家幫你 check 住。總之我哋12:07要出站，都係。我哋6:07要出站。可唔可以過一次12點返酒店？其實我希望可以，其實一係我可能我寧願翻。影像翻啦之後。你彩繪你呢架影過未？我坐嗰未影一陣係未影過啊。我可能真係西門照卡機，跟住之後係啊。台北車站出機咯。我西門卡機，西門卡。哦，西門卡。跟住我。台北車站行過對面㗎。我哋過或者線路只行過對面。線路只望過定係冇？我就唔知啊，台北車站。算啦，線路台北車站，跟住台北車站比較保險啲，如果係。我寧願坐多2個站咯，跟住翻龍山寺，跟住龍山寺再翻嚟呢度再過去咯。淨係一係我哋就好，一係翻嚟呢度，跟住再。呢係咩嚟㗎？就快車啊嘛！有咩嚟㗎？邊係編組？209啊！你知道編組啊？我知啊。咩 app 啊？你 down 翻個啦，呢個啫嘛 ，Google Play 有 download，你 down 翻個。我車站。你亞東醫院呢部嘢。係啊。唔係喎，呢部嘢係中校復興。台北車站可能坐2個站都要。仲有線路紙，不過線路紙媽媽㗎。冇，線路紙真係冇啦。快唔快咧？線路紙？冇啦，我寧願坐龍山寺仲好過線路紙。哦，算啦，呢個站啦。啲台北車入有冇？都第一日都影咗8、9條喎呢邊。係坐咗車站。我真係第一次搭呢架嘢，呢架真係。